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今仔日你敢有咧关心汉光演习吗？演习敢是有路用？我毋是吐槽，是认真来斟酌。无人机敢是用粉胶网伫糊？阿强啊，把核攻击，咱会飞弹倒台湾敢会倒？今仔日4位专家斟酌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石。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应由。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阿曼。那么第三位是资深军事记者郭鸿章。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是军事连线杂志总编辑刘学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到底这么进度是安怎？国防部模拟着中国对咱来实施着联合火力攻击，佮对着机场港口来登陆，要拍一摆。各座陆下减二飞弹出现在桃园地区，爱国者飞弹嘛进驻着上山机场，做伙建立着空中的防护网。减少调度火力机伫海峡中线的战备警巡，国军牺牲做应急作战阶段，陆军陆军团21炮击部陆下减2飞弹车马上进入战术会地。汉光41号演习进入到第5天，国防部想定推进到共军企图以联合火力打击和登陆作战犯台阶段，国造的陆射歼2飞弹就现身桃园地区进行防空接战。第一摆参加汉光演习，由中空军演习，陆下减2飞弹应执行360度对踪监测，有效射程15公里，完全遥控射击，或者是车顶射击方式，拿下战机顺翼飞弹等目标，是咱野战防空重要利器，拿去防护桃园机场就会安全任务。不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第3作战区的暂时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所在。如果有中共的巡弋飞弹经过了外围的拦截网，那进入进程阶段的话，那就由这个陆射歼2跟也许理论上部署在附近的复仇者进行拦截跟借战，确保我们重要军事资产，尤其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功能完整。用卫生帮者、爱国者飞弹车进驻上山机场甲代志周边地区，捍卫首都空防。国防部长郭立平也到现场巡视。不过，这摆汉光各团以外，10日暗时，一台陆军八军团同风行轻型战术列车经过高雄市旗山区旗南山路时阵，不明原因弄路边互拿照盾，车顶3个官兵受伤落血，好在无生命危险。八军团表示，经过纠测，官兵拢无酒后驶车，后续会配合警方调查清楚事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关于没有你先卖准开。你都要注意哦，咱要看这个汉光演习嘛吼。第一，咱了解咱家己的国防，对咱家己较有信心。啊，咱的不足在哪里？你才会知影讲，人咧讲啊，咱就袂使啊，咱的国军啊就烂的，安全。你嘛上无呢，会应伊一句啊。哦，所以你来斟酌看这刷来1点钟的时间。首先爱互大家有一个概念。其实咱的这个防空飞弹密度。世界第2吼，这有路用无路用？刷来我要先请教辛老师那我看这个图表顶头咱的防空飞弹安全度这我就先卖讲这。咱有通亲像这个以色列共款，有这个铁墙甲强起来有法度无法度？还是讲无啦，人伊个遮细粒的所在才有通用。你规个大岛它有可能，美国人是安那想、安那设想的，是嘛？咱知影近期咱看到讲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印度甲巴基斯坦的战争，大家拢讲防空足重要的。防空上重要当然嘛飞弹。你拄仔讲咱的飞弹密度是全世界第2。敢若欠迄个以色列尔毋过咱爱看这无共款的飞弹，伊的功能、伊的作用是啥货？咱知影这飞弹
防空的飞弹有诶为飞行机去飞，然后去攻击别人的飞行机，啊有诶是为地面防空的发射的，啊有诶为军舰，啊拢无共款吼。啊台湾是即马无共款的系统拢有，啊毋过即马较出名的吼，咱知影顶届迄个川普去参加迄个北约高峰会啊。一个乌克兰的人就甲讲，乌克兰即马足需要爱国者飞弹，哦，你爱互阮爱国者飞弹。啊，这两天啊，咱看到讲，川普嘛讲，哦，真正乌克兰足需要爱国者飞弹，是安怎需要？是因为爱国者飞弹足有效果的。啊，咱知爱国者飞弹，台湾为爱国者2型的开始有买，而且 PAC-2 Plus 爱国者2型的性能提升哈，后来的爱国者3型啊，伊是无共款的飞弹，爱国者2型伊是为头壳开始飞啊，飞到飞弹边啊爆炸啊，互伊失去效果。咱知影伫波湾战争的时阵，美国的用2粒爱国者飞弹，用弹一个飞毛腿飞弹哈，所以有人讲伊的拦截率50%。啊，毋过即马爱国者3型伊是足先进的，伊是吼叫英语叫 hit to kill， 伊就飞起哩，伊针对迄个飞弹甲带起哩，弄到这个飞弹啊，互伊爆炸哦。直接蒸了，直接蒸了。敢若2粒枪支，我这粒枪支拍过啊，我会使拍到你的枪支安尼。哦，这爱国者3型。敢若武侠小说嘞。哦，无即马科技就遮先进啦，啊，就足厉害的吼。啊，所以为有啥乌克兰讲要爱。足侪迄个爱国者飞弹啊，川普嘛答应要互因啊，就是讲这个飞弹是足厉害啊。毋过咱遮这飞弹吼，有高空、中空甲低空啊。咱知影爱国者飞弹是中高空啊，伊说听讲爱国者一粒超200-300万美金嘛。足厉害，当然嘛较贵。你驶好车，当然好车嘛较贵嘛，对吧？哦啊，咱知影即有中空、高空甲低空啊。恁爱国者是中高空，咱知影高空的就是像萨德飞弹。啊，毋过听讲即马咱的中科院即马咧研发天宫5型，嘛是高空。雷萨德。哎。啊，雷哈，敢若萨德共款啦吼，安尼讲哈。啊，咱的低空就是讲，咱知影咱有刺针飞弹，啊，搁有天剑1型，天剑2型，复仇者，复仇者甲刺针是共款的，所以咱知影是安怎，咱的密度遐悬，就是无共款的飞弹，针对这个防空这个效能，啊，咱有做好准备。老师，我直接问，啊，咱欠啥物？较悬的高空的。高空的，嘿，咱知影咱知影咱看到这中国的迄个人造卫星飞去发射，发射啊，伤悬，根本拍袂到，炸袂到，哎啊，炸袂到，对着所在了，甲直直落落来呢。啊，伊落来时阵是反飞弹，啊，是反飞弹，就用爱国者甲弹落来，啊，伊伫空中的时阵你是拍袂到的，哦，咱若会使天宫5型，若会使成军服役，若无就美国卖咱这个萨德。愈远愈甲射落来。嘿，就是讲愈远就射，伊就毋敢伫遐像迄个高空的无人机，伊就毋敢为台湾的领空安尼飞过。老师讲到这无人机吼，今仔嘛一个重点。我看真侪这军事迷啊，顶头咧写啊，你演家这是要创啥？无人机来飞落来吼，这小咱即题吼。才好，请四位来讲。咱即摆先针对着讲咱的防空系统，我要请教林老师吼。咱有通好创一个，即个敢若咱细汉时看迄个无敌铁金刚共款，就防护罩吼，安尼大家吼，看你要安怎射拢不要紧，这是我空思妄想啦。咱有法度。讲真正，咱要创嘛，毋是袂使，但是足贵的。咱敢有需要要创即款的？哦。这个是真正啊，所以咱头一个爱知影讲，问到问题咯。毋是安尼讲，是咱头一个要看的是阿公啊，伊会安怎拍温，伊会安怎拍烂，就是头一个吼，他不会用这种洲际飞弹、核子飞弹，打就很打很远的那种飞弹，不会啊，因为他对台湾太近了，他用短程的东风15、东风16、东风17这种短程飞弹就好。所以会变成刚刚其实我们有讨论到，我们的防护罩没有错，可是我爱国者需要打到太空吗？咱敢有需要安尼？无需要。咱爱头一个爱看的是伊会安怎拍，啊，阮会安怎守，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投资上面，因为很贵啊，怎么就贵耶？那我们要怎么样把钱花在刀口上？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做的反而是系统的整合，公斤价飞弹也才飞，那不管是飞得多远多高，这是它性能。可是你的雷达有没有办法锁定？你没有办法，你把酒拿看无，要求怪雷达的。这个就是真正的重点在你们的雷达啊。问题又来了，天宫是咱台湾自己创的，爱国者还有先进这些飞弹，这个是美国的，我们的系统可不可以跟美国的系统联合在一起 ，link 在一起？啊，拄啊，咱讲这个天宫无林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对代表发现讲，哦，这粒较远哦，哎，拜托，你个天宫，你去处理。这个较近的，这个落下剑机你去处理安尼。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可以 link 在一起；台湾自己做的可以结合。但是如果台湾跟美国的系统能不能联合在一起，这个才是问题。这摆演习跟有通知影这？现在其实目前来看，两个现在是没有办法连在一起的。哇，这个还没有演习，咱就知影。那个是没有办法，可是问题就是美国要不要给你这个系统，让你说两边可以说原始码可以去开放，两边去结合。但是这个要不要开放，要不要结合，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啦。一个是 how much 挖追机啦，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你要不要把你的资料给美国人看，所以才会有人说我们今天应该是美国人被资料好慢看。所以其实今天会变成我们除了有天宫之外，要自己做的之外。美国的系统有一个好处是，美国有没有办法，它在必要的时候，那我们的雷达全部都被阿公啊就第一集就打掉了。那我们还有飞弹，美国的资料链告诉我们，你怕加点后，因为美国还是有卫星啊，美国还是有它的长程预警雷达呀。那它可不可以跟我们的爱国者，我们的这一些地面飞弹去连线，去形成一个联合作战，形成美国人他不需要进来，但是他给你情报。现在乌克兰就是这样子在跟俄罗斯打，这个其实是今天我们看到飞弹密度的话，另外一个咱想爱观察的系统的结合性。所以这两个人要给你两个概念哦，咱诶这个飞弹系统即摆如何？第二，不是飞弹系统啊，还个预警雷达。但是第三个问题，我要请教洪总吼，咱新地山顶迄个乐山大佛，乐山大佛，对，甲咱这个预警雷达，还有咱空军咱咧做兵的时候，迄个屏东的迄种空中预警机，这是不是爱来配合到底啊？对空军家己来讲，伊拢相连同个系统，这无问题。但是准讲海上的舰艇已经看到什么目标，我要空军，像空军甲建构的时阵，这物件即摆无法度直接送入来，迄资料无法度直接送入去空军。哇，这是上麻烦的。这个要叫电话哦。因为古早各军种拢家己做家己的，陆军做陆军的系统，空军做空军的，海军做家己的。海军叫大城，大城，空军都叫环网，陆军叫做强网，什么？即摆问题就是讲，拄则领导就讲。这个战争的已经进步甲是资讯决定的，唔是爆弹偌大粒。你用对的有够用就好啊，你免用甲遐大粒。险石啊，有够险就好啊，免大粒。一个目标，你若讲三个部队拢咧拍一粒，三粒拍一粒，你浪费啊！你拍过来后壁个无啊，你后壁去用攻破，这个上麻烦。所以毋知讲指挥管制甲目标的分配。这拢足重要但是因为以色列因其实拢整合做伙所以你讲伊个铁穹啦铁穹啦，甲伊个剑士伊个剑士拦截伊个弹道飞弹。对 ，David 刀鞘。David 刀鞘是更较长的就是3层，伊这3层拢整合做伙，所以毋知有效。伊讲嘛受老高的啦无可能咱食饭嘛咱饭粒嘛共款意思。咱其实国际新闻拢放大啦因为可能有一寡新闻媒体较无爱以色列讲较足严重，讲哇你看以色列用拍卡呢落差离间骂这个总统安怎其实伊毋知讲，迄
遐换做咱台湾问号哦，吼，咱讲问号。咱虽然做侪飞大，但是咱无整合嘛，佮无一定有裁掉，无一定有伊一半哦，无一定哦。所以毋知讲，咱政府其实嘛有咧做一项，就讲，而遮的整合工作进行了完全之前，佫真久，所以上调啥？啊，不然你有飞单来，还是讲足远的飞钱来的时阵，咱老百姓啊生意又好。你莫讲5万讲吼，100%、99.9%安尼，拢甲砸落，这台湾我无法度。哦，啊那安尼，我要请教就学检吼。是。咱即摆汉光演习，我头已经讲啊，咱即摆有出现这绿社，头一摆是，其实敢若4月份就有试射过吼，绿社的天宫剑二啦吼，剑二毋是天宫吼，剑二。这有啥物特色？我看这网络顶头有人咧吐槽讲啊，这安尼，这飞15公里安尼啊，无垂直发射，吼，无这个微冲，而且发射机，而且吼，恁这个雷达叫做国造的风眼，无准，也有效，这15公里安尼啊，这是要安怎来想？这个陆射箭2，它既然有个前缀叫陆射嘛，就表示它是从那个天剑2型飞弹发展来的。天剑2型是当时那个 IDF 经国号战机在发展的时候，对它的这个等于是视距外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去改良而来的。好，那像比如说剑2前一阵子我们讲空射型，他们也有一个增程型正在研发，就是说我当初这个弹体的大小，这个飞机跟飞弹是一起设计的嘛，我这个弹体的大小在这个飞机上面，可以这样安装。那现在是不是电子元件也进步了，很多东西都进步了，所以我很多东西缩小，可我弹体还是这么大，那我们把它的这个推进药的那个药量把它增加，它是不是就可以射得更远？所以我们就开始会有这个增程型。好，那陆射有点像一样的概念，就是说，原本在陆军它的地面的这种短程防空，我们讲它射程足或不足，其实不是从它这个弹本身来看，是从它需求来看。对，我们有短程防空的需求，我们有比如说反弹道飞弹的需求，我们才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武器嘛。那你要一颗相对来讲弹体比较小，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天宫，大概可能有4到5公尺的长度，那它这么大的一个弹体，它的目标跟它拦截设定的空域是不同的。那这个陆射箭2的话，它就是短程的防空飞弹。它取代了以往我们叫做械束，以前我们陆军有是履带的底盘，然后四连装。我要细汉时看阅兵，我有看过。那时候看很帅嘛，对不对？然后海军也有，但是后来海军早级的呢。对，然后海军就被人家笑嘛，就说出海带4根牙签出海嘛。对，那它一样也是从空对空飞弹改进啊，它是用响尾蛇飞弹来改的。那它这个飞弹慢慢的，它的雷达，比如说配套雷达也老了，所以它可能有一段时间它的接战是靠语音指令，就是无线电通信，然后它再去找目标。用旧电话哦。对，然后用它的比如说红外线的这个讯号去锁定敌机，然后再来接战。哇，你已经没武器啊。对，那到了现在第一个这个系统也老化了嘛，它的配套的来自雷达很多年前就已经陆续除役了，然后慢慢的我们的北部由复仇者系统来取代，那我们也开发了风眼雷达。那接下来这个载台，就是我们讲说那个陆射箭2的这个，它其实很多年在航太展已经亮相过了，但是你要让那个系统测试跟成熟，一直到现在它终于正式服役，它的这个防空的能力、射程等等的，它一定比过往的这个械束飞弹来的好。进步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既然作为野战的短程防空的主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攻击直升机要进来扫荡你的地面部队，直升机，对，或者是它的战轰机要进来做，像俄国战机还有很多是用火箭夹舱在做地面攻击，对，他们对面的讲法叫舔地啊，那这个我一定在目标区附近警戒嘛，当你要进来的时候，对我这集结的部队或者对我的这个比如物资的这个存储场，你要进行攻击的时候，你一定会进到我的范围内，所以我的范围我不需要60公里以外打击你，而且。这些攻击的机队，它在比如从中国机场起飞，要飞到台湾来进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
它在外围会被我们已经叫人炸去啊。对啊，我们海上也有海上的防空系统，我们也有爱国者，我们有天空系统。伊刚飞来，到家已经阿弥陀佛了。对，所以我们这就是它是打漏网之鱼嘛。对，所以它的性能跟我们希望它的这个战术需求、作战需求符合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它包山包海嘛。哦，所以咱咧看这个网络顶头，有人讲一个物件一直甲嫌到伊爱天下无敌安尼，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哦，辛老师。其实第一个就是看伊本身的功能哈，功能哦，会使拍偌远吼。啊，第二个就看训练吼，你的训练安怎？会晓用袂？毋是敢若会晓用尔，你的训练就是讲，你会使用上短的时间完成这个战备，啊，上短的时间发射出去，啊，就足准的甲拍落来吼。拄仔讲着讲，即马大家拢咧批评，即个安尼，迄个安尼吼。其实按咱了解，即摆防空哦，分做2个层次，一个是联合防空，一个野战防空。联合防空就是为横指所，还是为空作部直接指挥，看到啥物目标，用飞行机去拍，还是用爱国者去拍，还是天宫去拍，是到台北倒一个链来拍，还是花莲的倒位来拍，伊都会使指挥。毋过伊若飞较低吼，就是个野战防空。像你讲的直升机啊，你会使用刺针飞弹，你会使复仇者飞弹，你会使用356快炮，会使用机枪，迄是野战防空。所以无共款的防空系统是保护无共款的人。像即届汉光演习，咱看到讲，爱国者飞弹连有8艘的爱国者飞弹，伫台北边啊。伫松山机场，伫台滴，咱知影伫台滴有足重要设施嘛吼。咱看到讲陆射舰伊伫桃园附近，桃园附近就是机场嘛吼，也是迄个港口嘛，天然气的接收站啦。对这无共款的系统，伊是用无共款的雷达。咱过着个乐山的大佛，伊是长城，伊敢若是搜索，伊知影倒位有飞弹飞过来，伊爱甲这讯息互别个空作部。咱知影这雷达咯有2个功能，第一就是搜索雷达，我知影有啥物物件飞过来，第二就是讲，我要倒引我的飞弹去攻击迄个飞弹，照明雷达一个搜索，会使看足远。毋过伊的照明雷达就是讲，伊有无共款的，像迄个3D 雷达，伊搜索范围会在700公里，毋过伊的高度，伊的高度30公里，30公里就是讲，伊敢若照明敢若30公里，所以我飞弹飞出去会使拍30公里以内的目标，毋过我会使看到700公里的目标，所以伊基本的功能就是安尼，我会使看到足远的。毋过我倒因我飞弹拍30公里啊！对，所以你配合的飞弹当然嘛不共款。当然这飞弹有伊的射程，射程就是讲我飞出来，我可能是安尼飞行，毋过我的关度就较低。拄仔咱讲着讲天宫5型，就是看伊的关度。关度当然你的无同的角度，你的射程的会更较远。所以我感觉这是基本的功能。第二个就是讲，迄个资讯整合的问题啦，大家拢讲美国系统、台湾系统要安怎整合，是有无共款整合方式啦。咱讲看着讲，印度的飞行机有法国的，有家己的，伊的系统无到整合。毋过伊的整合就是讲，我会使用后方的指挥部还是通讯。来指挥这2个无共款的系统去攻击同一个目标，毋过伊可能就提供无法度互相整合，资讯的整合，毋过通讯会使整合，是无共款的足种的状况之下，要安怎整合是我想是无共款，无想讲大家想讲这拢无法度整合，你家己拍家己的无啦，会使用无共款的方式来整合啦吼。咱看着讲即届这个演习吼。足侪无共款的飞弹，拢摕出来互大家看，陆射舰2、爱国者、天宫表示讲，这汉光是足难得的这个机会，互大家看讲，咱即马无论是讲咱买过来这飞弹，还是咱家己研发的飞弹，拢会使用，伫啥物状况之下要安怎用，就展示互大家个人来看。所以大家爱看脑筋以外，爱看这内行气啦
听咱的节目就是来听内行开啦吼。林老师，咱这摆吼，还有其他的这特色，他昨洪总有讲吼，虽然洪总买当补充就是讲，今日总统去看这战增加的增啊，增庭雄义啦吼，增城雄二吼，战庭雄义，这特色是啥物？今天的话，我们就要看台湾的飞弹密度很高，可是我们要看是防空飞弹，还是反舰飞弹，还是陆射飞弹？对，这是不一样的。防空飞弹就是打回零机或者是反飞弹的，但是如果我是攻船飞弹，是怕准呢，是打船的。最早雄风一型就是雄风二型、雄风二型增程弹，还有我们的雄3。这些其实都是反舰飞弹。那反舰飞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有从船上有这个船上搭载的，像我们成功级上面就会带雄2飞弹。那同样的，最近我们也有说从陆地上去发射的，由陆地机动车去发射的反舰飞弹。因为你船你只能在海上跑，可是如果今天对方要打登陆或靠近我们的一个陆地的话，那我们的反舰飞弹车这一些，它是可以在利用地形去做掩护，招来招去，手来手去，去用陆地的掩护去攻击船上，去攻击海上目标。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实在，台湾在飞弹这个上面的发展是非常进步的。不管是防空或者是反舰，我们算非常进步。特别像之前雄3飞弹，很多人都在讲说他打了一艘渔船嘛，之前有发生一个意外。但是他今天打出去飞弹超音速之外，它前面是有个巡标头，你要去找目标，你的那个 sensor 要去找。对，你有的时候是你前面会先输入一些数据，比如说我先抓这个外形大概是航空母舰，头这边啪就是1，或者是补给舰，你可以下目标指令。但是有的时候目标指令你没有输入，你就是靠巡标头，它第一个就会先找大的，或者是靠近的，或者是反射的目标那个雷达机上比较多的，它会自己会去做搜索。那你要想，如果今天一艘小型渔船都也在垂钓，那航空母舰呢，绝对也找得到。所以其实我们的雄3，对，我们雄3打出去那一次，国际上是有一点全面哗然，大家都说哦，恁台湾，恁哪做得出来？你们怎么做得出来这种武器？更贵。对，而且还找得到目标，你还找得到目标。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上面，不管是防空，我们有天剑也好，天弓也好，或者是今天我们讲雄风也好。那这边的话，顺便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讲只要是天弓，它就是类似美国爱国者，它是做长程打反飞弹的这一种武器，叫天弓。那天剑一般来讲就是飞机对飞机、空对空，或者是它比较低空，有刚刚我们讲改成陆射式的这一种，这个就是天剑。它对呀，就是天剑。那天弓弓箭比较长，打得比较远，所以你讲天弓就是打得远的，天剑就是打得近的。那雄风就是什么呢？打船的、反舰用的、打海上目标用的，用这样子的角度来记，大家可能军事迷大家会比较快速会记起来一点。所以其实那今天这一次还有最近看到就是刺针飞弹它是什么？刺针飞弹它就是单兵，会变成说我们刚刚讲野战防空，给拍掉哎。我看咧这一个结温啊，对，就是丢摕一个。看我还是会写下面，那个就是第一个是打什么直升机，低空的打低空的直升机，或者是低空在对地面攻击的这种攻击的一些对地攻击机，甚至是无人机，这些其实刺针都是负责这些任务。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我说单兵所使用的刺针在这一次是第一次看到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是什么？是2人做的，是那种2人式做的，它的机动性不像排起来就会在造啊一块，空是要组合起来，是一个比较不是有一点类似固定式2人式的，所以现在如果有这个单兵式的刺针，刚好我们就是高空、中空、低空、低空这些整个连起来了。攻炸单攻我们的防空有一个叫做鸡蛋泡泡兵，这些是啥？第一个泡泡兵，对，第一个机是什么？载空机，我们的空防
在空中有一个载空机，平时就在上空飞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早期有个叫胜利女神飞弹，勾炸就做了 Nike 那个胜利女神飞弹，这个也是中高空。第三个机是什么呢 ？Scramble 紧急起飞的战斗机，从机场紧急起飞的。那第四个鸡蛋，第四个蛋是什么呢？鹰式飞弹。霍克以前大家一定听过鹰式飞弹，相对来说是比较中低空的。那两个炮是什么呢？那时候还有个90炮跟20防空炮，这一种最后的兵是什么？50机枪对空打，那个感觉2次大战。早期叫鸡蛋炮兵，但现在呢，我们叫做弹机鸡蛋炮兵。这一个第一个蛋是什么？爱国者天宫，短就困哎，它比你现在载空机还看得更远，所以第一个就是爱国者和天宫，第二个一样载空机，然后还有 Scramble 起来的，但是接下来的飞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陆射天剑地面的飞弹气降，然后还有再来就是炮，就是那个天兵系统对空的防空炮35快炮，最后就是气降。这就现在我们的龟能炮兵。对，但是洪总是。我要请你过来解说一下吼，咱迄摆吼，大家有印象，新闻有印象，去射着迄个渔船，而且唔是渔船尔，是更过迄个船长的驾驶舱啊，对，唐阿门，唐阿门更过去，这即马今仔日赖总统去看的，甲迄粒有啥无共款？伊即马吼，听讲这专家私底下讲的啦吼。进前香山这个系统吼，差不多100多公里，上加到200。这个增程的吼，甲变做400，甲变倍啦吼。所以讲，意思讲台湾海峡已经无够用啊，飞过头咧。所以吼，其实咱迄有通啊飞去福州去哦。咱其实吼，讲一个无需要。过去咱时间听讲吼，有个人真晓讲，咱美国人无要咱安怎啦，美国人无要卖啦，无要咱做啦，即马咧，那拢做出来。那无讲像古早咱咧蒋经国时代咧做核子弹的时阵，迄规组人向总带去美国去，迄所长、副所长叫人带去规企业拢出去，因就叫人甲迄个核子反应炉甲拆掉。迄是古早。即摆咧，你做到700公里远的，像天宫3型拍200公里的，嘛会使做出来哦，嘛做出来，嘛无去用禁止，嘛无去用拆掉哦，是安怎？意思就讲，对美国来讲，你台湾有法度能力保护你家己，袂强的武器未拍来时，我互你有法度甲你炸落来。你个有法度防卫安全的时阵，我美国人就免较烦恼啊。但是洪总，这凶杀是算作防御型的，还是攻击型的？这其实吼一念之间。是啊。像咱讲，战时甲平时是无共款的。战时是讲我去用攻击的时阵，已经你甲我宣战啦。这个时阵咱就是共款意思啊。你会使伸手拍，较远甲我拍，我当然嘛会转伸手较远甲你拍，看人拳头无较长尔。这个时阵就无迄个问题。但是平时像讲即马，无人甲咱宣战，嘛无啥物船烧浪，嘛无互咱去烧浪的时阵，咱嘛普大嘛无大去迄边的时阵，凭啥物伊对面会使甲咱拍？无理由嘛。你莫讲国际法啦，讲理由就好啊，讲道理就好啊，就是无道理嘛，无道理的时阵，你若叫你我甲我拍，你个开战的时阵，你开战就是战争的行为的时阵，我当然有反抗权啊。这你查到国际法庭嘛是共款意思啊，嘛是人甲伊支持啊，讲台湾会使自卫啊。迄个时阵就毋是你讲的讲这是我内政问题，无，毋是。所以这足济吼，其实后壁是国际政治的问题，只是讲咱政府歹势讲啦，原来有迄讲破吼。大家歹做工课，但是上山会使做个加倍，伊即摆个加倍的时阵，其实有一个意思就讲，万一哇，你若讲吼万船齐发，个航空母舰吼，拢甲来包围甲叮打的时阵，歹势哦，你若真正开始拍，我即几粒拢出去，
啊，恁个爱，恁家己爱去收煞，哎。哦，这有战略的问题，这是战略的思考，唔是讲战术尔。咱拄则之前讲拢战术，我用什么砸什么吼，啊，今日拍今日，远的拍远的，唔是哦。即嘛是甲你对面讲，咱会使做，啊个后壁其实有人支持咱，吼，会使继续做。啊，咱家己做，较无伊军售的问题。军售伊有国际，伊有伊家己政治，美国甲中国的外交关系嘛。伊会有障碍，但是伊私底下有管安怎技术甲咱帮忙，还是讲甚至透过有之前讲过，透过以色列有一寡技术转射过来台湾，啊，迄个咱有法度做。但是咱他所讲的拢是防空飞弹、防空网、雷达，咱嘛无一个问题，我要请教学检哦。啊，伊若是无人机安尼，无人机机海来，哦，这第一。啊，有人就甲吐槽讲，啊，你们就你这无人机是会当飞过台湾海峡，啊，毋就真大只，这头一个。啊，第二个是讲免啦，踏落哎，遮麻烦，伊要巴合攻击啊，甲你凊彩石头什么，甲你凊彩压到互你挡袂掉，这要安怎来想？我先回应一下饱和攻击，好不好？这个饱和攻击可以说是各国的不管防空系统还是军舰的防空系统还是陆基防空系统的噩梦嘛。在美苏对抗的时候嘛，好那。苏联人他们就是这个人海战术嘛，那你把它应用到飞弹的攻击上面的概念也是一样。当我的这个，比如说我这个系统，我可以同时接战，比如100个目标，那我用101颗飞弹打你，就会有1颗命中嘛。它其实概念非常的简单。那在海基上面就应用了这个所谓美国的神盾系统，它就是为了对应饱和攻击而出现的。那我们在一开始讨论的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次冲突之中，以色列的防空网也是非常的先进，也是很完善的。但是他们在经历了这个饱和攻击之后，他们最后弹的数量也会面临到数量不足，它只能够限缩它的拦截目标的次数，它会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放一刷，对，它可能会不是落在我现在首要防护目标的这个飞弹呢，它就放过去，保留弹去拦截那些。会命中重要目标的，所以它的后期的拦截率降到大概接近70%左右。好，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目前世界上，包含我相信，俄罗斯或者是欧洲的系统，可能都没有一套系统可以跟你讲说 ，OK， 我没有问题，你可以对我饱和攻击，我都挡得下来。好，我们只能讲说这种要求，我们目前是还没有听过啦。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无人机，其实无人机跟饱和攻击概念有点类似，只是无人机体积更小。对，那我们现在在跑采访，我们把我们一些这个采访的讯息公布在我们粉专的时候，就会很多人来，不管是质疑还是挑战我们嘛。好，他说，我们一开始的概念就是台湾海峡毕竟还是有100多公里，你要无人机有分2种，一种就是我们讲说军用的，或者说所谓大型的无人机，好，它可能有飞的高度很高，它可以有额外的筹载。它可以，比如说轰炸你的地面目标，或者它可以做空中预警、通信中继，这种是规格比较高的大型的军用无人机。然后军用无人机还有一种像是，以色列的那个哈比无人机，它是属于就是有一种名词叫游荡弹药，就是它飞到你的目标，然后它可能会在你的这个上空徘徊，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几个小时。当它收到指令或者说它捕捉到目标的时候，它就直接俯冲去攻击这个目标。那它自己本身也会带有弹头。好，然后这个弹头可以，比如说有的是反辐射，然后有的是对人员物资的高爆弹头这样。那这是另外一种。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商规型的无人机，它可能是依靠无人机上面的镜头提供操作者视野，去让它追踪目标，去攻击目标。那我们一般现在在比如说乌克兰战场上面看到的，双方两边都有哈，双方他们所造成战果的很大一部分是这样子的无人机，因为它第三种，对，它同时会把这个影像拍摄下来，然后传到操作者那边。刚才在拍电动，赶快。对，然后这段影片就会被就是双方的这个新战部队拿出来宣传，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印象中，就是无人机在乌俄战场这样子的环境之中，造成极大的伤亡。那天有人跟我辩论一个数据，他说，只有4%的士兵的伤亡是由步枪弹或机枪弹造成的。那我就反问那一个人，那是不是乌克兰或俄罗斯把他步兵裁掉，步枪都丢掉，全部都换无人机来打仗吗？所以应该讲说，
我们根据一个从乌克兰战场回来的这个台湾人，他有讲，他说他们在那个战场上1个月可以消耗掉几万台这样子的消费型无人机，几万台，对，可以上万台，一缸都三四百粒吧。对，然后大部分是没有效果的。你看到命中的，比如追 M1啊，命中到农舍里面，钻进那个窗户里面，那个画面保留下来是精心剪辑，并且拿出来做宣传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三规无人机在战场上应用，如果它的效益这么好，那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某某战略无人机部队或者是什么战术无人机部队，它已经成立了嘛，哈。而不会说到现在还是。美国这摆游行不是有无人机的这个部队？对，它一定会有，就是说本来它就是战术应用的范围，所以很多人说看到演习，觉得我们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你这个无人机来，你这些操作手就都不好啊，都不好，怎么样，但是它有很多的前提。那我觉得特别要留意到，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机场，然后还有就是以色列在攻击伊朗的重要设施的时候，他们是用类似这种。应该叫做特战的方式，就是说我让这个货车载的无人机先进去潜伏在当地，最后时间到了，我D-Day 时间到了之后，这个无人机起飞，对，去攻击。我觉得这个倒以我们讲所谓，反正一开始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嘛，但是现实总是比电影，对，它比现实更离谱啊，但是它确实实行了，而且也获得不错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非常重要要防范，可是它这个已经脱离纯军事的范围，它这个比较像国安。所以简单讲，那无人机要对方安尼飞过来，这可能机会真小啊。我觉得直接飞过来攻击大型无人机可以做得到，可是大型无人机相对来讲，它也有它拦截的方式。所以那是小型的，对伊的舰艇顶头飞起来的物件。有当啊造成伤害嘛，不一定遐济就对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是有反制的手段嘛，像比如说美军有在史崔克的这个装甲车上面测试一种载台，它是雷射武器，就能量武器，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单价很低，因为它是用电产生雷射去攻击，去烧穿无人机的，比如说它的控制晶片，对，或者它的马达，它只要一个马达被烧穿了，对，它就坠落了嘛，哈。所以它成本相当低。他们有跟他帮他修嘞。对，就是有点这样的概念。然后第二个就是或者你去干扰它的通信讯号。可是目前现行我们知道，就是说干扰 GPS 信号，可能连民航机的系统，咱自己嘛去干扰。对，也会有干扰它。所以这个目前那变成干扰枪，好用定点的方式去防护这个重要的目标。我有熟悉迄个枪枪吼，伊就是用迄个干扰器哦，即马有咧卖有军方。对。这种的，但是是一个头路嘛？伊用无人机的攻击，因为即摆我真正看到网络顶头一直讲啊，恁这拢无效啦，创这无人机来，你就拢倒去，敢是安尼？咱看到讲，其实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了后，有足侪迄个战术的观念拢改变。有人讲火炮应该无效啊，用无人机上好；有人讲战车无效，应该无人机拄啊学险讲，有的可能是。真正是无人机攻击的，毋过伊数量足济，你无看到讲到底是浪费偌济，无效的偌济，浪费偌济你毋知。毋过咱看到讲即卖战车吼，敢若顶悬用一个铁笼安尼，你毋知你大概看过无？用这铁笼是用为虾米用这铁笼？就是讲伊嘛足惊无人机甲攻击的，因为无人机足细大的。你看袂到，伊飞差不多1000公尺，你根本就看无。你若看到，你若看到，伊已经到你的边啊，也遥控甲你攻击吼。真正你若无加干扰直接攻击这个飞弹还是战车，直接会造成足大的伤害嘛是成本足低所以即马人为什么遐重视无人机的原因就伫遮。毋过伊细大，你无法度用飞弹去攻击。你会使用快跑，用干扰枪甲攻击，毋过效果真正是无啥，无一定较好，无一定较好。最重要是士兵的心内，就是讲我看到已经无效啊，我拢看袂到，敢无的声，就无人机来啊。伊对迄个士官兵心理也是足大的咱看到讲，就算你秘伫迄个树林内底，无人机嘛会使看会到，看到会甲你攻击。甲用迄个直升机飞机去侦察，效果拢无共款所以咱知影无人机
真正是对这个作战的观念有足大改变。啊，毋过是安怎防范吼，有足侪方式。啊，毋过即马拢出袂着跟100%绝对有效的。哦，当然用干了是上好啦。啊，毋过伊足细台，你当时来，你当时要用迄干扰枪，你干扰枪的范围偌济，啊，电波还是啥物频率敢有对啊？足侪。当然你会使，咱看着讲即马真正有一寡迄个防空飞弹是针对咧无人机的像这个图内底讲到这个国家先进对空防飞弹系统，伊就针对这无人机，啊，毋过伊是针对较大台的无人机。哦，因为你较细台无人机用这个系统是足浪费的。系啊，是足浪费的。啊，伊若用这机海来，我想到的是，敢若日本人哦，二次世界大战，咧用迄个神风特工队啊，用插头做的吼，啊糊的，就飞来甲你弄。啊，但是我咧想讲，咱是海劫，伊一定是用船载来嘛。啊，无伊安尼飞过来，伊成本嘛真悬哦。海上这种用船来载，这是一种。可是其实现在更多的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型的无人机，现在我们讲机海战术，如果是美国的那种全球之鹰或者什么死神那种，其实相对来讲，我们就要靠飞弹去打，因为那种算是中大型。但是如果它是相对来说那种4轴，像乌克兰战争那种4轴无人机那种的话，我们用飞弹就尾猴啊。所以其实现在美国跟日本他们考虑的是用微波武器。用一种微波的方式去干扰，也类似有一点雷达的镭射的方式，去让它4轴只要有1轴破坏，它就掉下来了，会变成你不能用这种传统的飞弹，甚至是也有一些说用散弹枪。第2次世界大战，刚刚我们讲神风特工队，美国用的是什么？美国用的就是这一个 VT 引信，炮弹打上去会炸开来，是这种弹幕的方式。如果它是4轴无人机，只要收到这一种破坏 ，VT 引信它就可以去破坏这一种它4轴无人机。所以其实现在有一点返璞归真，我们要用旧方法去做这种省钱的不对称作战。哦，就不对称的作战吼。讲到这个名词吼，拄好我要问呢，林老师默契呢，咱整个演习内面。敢有通好观察到，咱即马有咧实行着不对称的这个作战吗？洪总，即个吼，咱主要看到的其实，应该是讲，甲过去咱一个观念讲，因来登陆绝对袂赢啦。咱一定伫登陆进前，还是登陆时阵就拍了啦。但是即马无，即马其实汉光演习，面对现实。国防部也是讲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应该一个认知讲，有可能互伊登陆，因为因是在兵力足济，吼方法嘛足济，所以有可能有一部分的部队会起来。所以这2-3年其实咧做的东西济，只是讲无白话甲你大咧讲啦，讲阿强也会走起来，咱吼沿海的这车近吼听定。对淡水河口入来。嘛可能，嘛不一定是讲淡水河口，其实台湾各所在足济，东部嘛有咧演习哦，东部嘛有演习讲有可能会登陆哦，可能吼，你讲华联，对宜兰7层段，啊7层段，人家讲迄有可能，有人讲，伊毋是讲我足1万人、2万人登陆，毋是。小部队啦，伊可能讲无甲一个赢啦，1连2连就要甲你爬起来啦，吼，偷就要爬起来，所以有可能会起来。所以起来了后要安怎？毋再讲吼，登站合作，就是讲啊个重心的方位，就是讲我用空间啊用即个物件甲你炸，吼，因为协作钉塔来对，这2天吼，这2天其实有几个所在拢咧做这，吼，桃园嘛有，德维亚遐嘛有，吼，德维渔港遐嘛有。啊，咱拄则今仔北里遐嘛有做6站，吼啊，讲今日应该讲昨半暝，今日1点，今日透暝1点的时阵，伫万板大桥嘛是安尼做4站佫无够，佫邀公车来巴士，用后尾甲动，吼伊的战车也是好，吼，还是讲伊的特工部队安怎拍，
咱内底吼，像学生讲的，因工兵吼内底佫会唱地雷，也是讲遥控的，你来我甲击落，吼，各种方法，这个是讲不对称啦，吼，就是讲，互伊想讲吼，啊，恁国军吼，敢晓拍正规战啦，吼，啊，步枪来个步枪，啊，机枪个机枪，啊，大炮大炮，毋是，咱嘛是去学遮的，吼，咱讲有诶无诶啦，吼，出怪招啦。啊，其实我是真鼓励讲，咱台湾的部队爱互伊家己去想，部队家己去想，莫讲吼啊，我一条车吼拍倒啊，讲啊，伊个安尼较对，毋是，搁一个基层的吼，伊计有迄个想法。爱做马盖先呐。对，可是你一个随时都吼安怎交安怎用，个什物斗做伙，个变武器，嘛有可能。啊，但是我要问学检吼，有一个问题，早前我看到新闻哦。迄宪兵哦，坐迄个捷运啦，哦，啊要入去啦，安怎啦？伫捷运，我咧想讲，对啦，因会当对捷运入来，啊，真正啦，拍到迄阵时，我就甲即个捷运拢甲爆炸起来，莫互伊透过即个捷运来串离开来甲中正纪念堂啊，中正纪念堂离总统府真近啊，啊是安尼即个思考，还是讲是啥物思考要来做即个演练啊？这个其实我们刚刚也讨论了一下，对，这个确实有点多。我本来还想帮军方讲话，就是说，哎，你在这个战争还在预制的阶段，你透过捷运去运送人员的物资，对，也很 OK 啊，对，就没想到新闻稿一出来说，他们已经遭受到轰炸，已经在临战的态势之下，那很多人质疑说，这个有没有电力啊？这个车厢是不是还能够运作？甚至说那个设施，还有一个是。应该我们的这个捷运的车站、地下化车站，应该也在我们民防的体系里面。就是说我防空警报发布的时候，有哪边作为防空设施来收纳避难？这一定的呀。对，那你在假设避难的人潮涌入之下，你的这个军事行动的作为是不是可以这么顺利的遂行，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说我们不纠结，我觉得说你对于就是说在城市里面的布防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说便利性来讲。在没有临战，不是在敌火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捷运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好，那它停驶了，它的这个隧道你是不是一样可以利用？对，比如说，当然你要想定到敌人有可能也特工作战嘛，利用下水道，不要讲捷运下水道，电影也常看到，那你怎么去管制这些下水道，或者是甚至你也利用这样的战术，你可以比如说包抄到别人的后面，还是如何？我觉得它是可以研究了，那这次表现出来，我觉得有一点太，超脱现实啦，对，但是我基本上我是很鼓励啦，我觉得很支持，因为下面拢爱去气化嘛，对，毕竟你就是设施就在那边嘛，那你如果不去应用它，你不去想它，因为我是用直觉啊，阮这大外行啦，想讲，就亲像迄个纳利洪台共款，水甲你灌落去，你就拢淹死啊，它有效。对，这也是一种做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很多主角嘛，主角说吊水泥块把路封起来也是主角啊，我把这个桥炸断，它也是主角；隧道把它炸塌也是主角；我把水灌进捷运里面也是主角。就是说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敌人转到一个更适合我防御的地方，或者说我留了一个洞给他。挑工啊，或落地啊修嘅。对啊，或者说我们以前我们在上地雷课的时候，就这样，我留一个洞给他。对不对？我往这个洞里面走，我这个洞里面我反而有火力、有地雷，那希望它进到我的预设的陷阱里面嘛。那我们讲兵不厌诈嘛。所以这嘛不是讲袂当安尼想就对啦。拄仔讲到迄种无对称的作战吼，有两个观念，第一就是战术的无对称，战术无对称像讲城市战还是游击战。这个战术无对称。第二个就是讲，原来这个物件是这个用途，我甲改变一个用途，伊嘛是不对称。像迄个淡水河口吼，咱看到讲有美国的顾问甲咱建议，你看到讲有的用钢索，有的用一个叉，顶悬有3个汽油桶，迄就是无对称。所以咱用迄个胶网去网这个无人机嘛，是一种不对称的意思。你讲用对，你。有一个无人机吼，伊家己有即个网，伊飞起哩，甲迄网扑出去，迄毋是无对称。本来就无人机对无人机就有即个方式。要甲张起来了。对，甲张起来，迄毋是无对称，迄是讲一款的方式吼。咱看着讲，其实无对称作战吼，对台湾来讲是足重要的。
啊。你拄仔讲着讲，咱知影宪兵是台北市的防卫的部队，所以伊要足了解台北市所有的障碍、所有的通道。要安怎利用这个城市做这个城市作战？这个城市作战嘛是一款的不对称作战的风险。哦，所以林老师上尾你甲咱讲吼，总结咱即摆第7天嘛，下来还有其他什么重点没让人看？接下来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民防这一块，因为最近这几天开始有要放防空警报了，人民要去做移动了。那你是不是这些民众知道，像是去最近的捷运站，或者是让民众知道说，爱去密加多维奇要怎么样去做防空的一些行动，甚至是你民间的救灾救难系统要怎么去跟国军去做配合？我会觉得接下来随着汉光演习的步骤，从灰色地带到登。